有關嘅商會，如果佢哋仲要合謀定價嘅話，而佢亦都認為佢哋咁做咧即係可以符合到所謂嗰個嘅經濟嘅效率嘅咧，佢哋就要向競委會申請嘅。競委會咧就會做出研究，然後做個裁決。但我簡單舉幾個例咧，大家參考下。歐盟有啲案例咧，譬如有個牙醫嘅工會，即係所有牙醫要入㗎啦，係嘛？咁咧，然後佢就定咗一個嘅守則，就係話洗牙咧，佢唔係所有嘅呢個牙醫嘅服務咧，佢都有個最低嘅收費，但係佢有幾項標準嘅咧，佢有一個建議最低收費洗牙，因為嗰啲係最基本㗎啦咁咧佢咧就有一個建議最低收費，而且喺佢哋嗰個嘅條文裏邊咧，即係佢要出個指引俾嗰啲所有牙醫㗎嘛，就寫得好清楚啦，即係話如果我唔建議咧個最低收費咧，就會有惡性競爭。個條文裏邊有句咁嘅嘢添嘅。呢個歐盟嘅案例俾人告嘅，個牙醫工會係輸咗嘅，係要罰錢，呢啲案咧係細事啫，冇人要坐監嘅，但係要罰錢，同埋以後唔可以再做，個牙醫工會咧就曾經咧有一個嘅論據就去解釋嘅話，呢個只係建議嚟嘅啫，唔係強迫性建議。於是咧就有人做就有人唔做。法庭個判決咧仲係話，其實你建議都唔啱，因為你建議你嘅動機咧，其實係想個個都遵取嘅，係嘛？你冇來你建議出嚟嘅，你心目中都唔想你哋做嘅咁。如果唔想做，你唔使建議添啦，係嘛？因為你建議嘅動機，你都係希望你所有嘅會員咧係遵從嘅。雖然佢冇罰則喎，有啲嘅條例會有罰則添喎。大家你知道香港旅遊業議會㗎啦，旅遊業議會係有好多指引嘅喎，包括係話，如果你每換一張機票，你換機票咧係要收錢嘅喎。而家呢個收錢咧，旅遊業議會有指引添喎。香港嘅個情況而家，而且如果你係收少過嗰個數咧，係違規嘅喎。旅遊業議會可以罰你添喎。呢類咁嘅行為，我只係講香港未來嘅專業嘅協會或者呢一個嘅公司嘅工會，如果仲有啲嘅行為嘅指引，包括好似報業工會話一齊話加到6蚊，未來又加到7蚊嘅話咧，呢啲行為絕大部分就咁表面我睇落去咧，都係違法㗎。如果呢啲有關嘅工會認為佢呢個行為唔係違法嘅咧，佢應該去申請，佢要申請嘅。咁申請要睇嗰個競爭委員會嘅判決啦，而睇翻外國好多嘅案例咧，基本上應該都唔過嘅，即係我簡單講我嘅認識啦。咁我又補充少少啦，報紙嗰個咁其實羅博士都解釋得好清楚，都係我嘅諗法嚟嘅。咁我又俾到另一個例子啦。有一次我喺個中小企嘅消委會搞嘅一個中小企關於競爭法嘅研討會入邊啦。咁咧有啲中小企嘅零售商咧，佢哋咧就有個擔心，即係佢哋話我哋嘅好多佢哋啲日用品例如牙膏咁樣嘅來貨嘅時候咧，即係嗰啲生產商咧都會喺生產嘅時候咧已經定咗一個所謂建議銷售價㗎啦。咁如果佢哋跟住呢個建議銷售價咁去賣呢啲產品，有冇問題咧？咁呢類嘅問題咧，其實可以即係有2點嘅考慮嘅。首先，呢個建議銷售價到底係真係一個淨係建議銷售價，定實際上即係其實係一個限定嘅價格嚟嘅咧？咁其實喺好多情況底下都真係自己建議嘅啫。我哋見到咁好多藥房佢哋根本就自由定價嘅，唔係好影響到嗰個實際嘅銷售價。咁因此亦都冇影響啦。咁但係就算嗰個即係咁啱好多呢啲咁嘅零售店，佢哋都用嗰個咁嘅建議銷售價，咁亦都有冇影響咧？咁咧其實呢個問題咧係睇翻嗰個產品，佢呢個產品係咪一個即係例如牙膏，原來全個世界得1個牌子嘅牙膏或者得2個牌子嘅牙膏嘅啫。咁如果只係嗰啲藥房只能夠供應呢兩個牌子嘅，咁其實咧嗰個生產商咧係有嗰個所謂市場力量嘅。
呢類嘅行為咧就會屬於就違反競爭法啦。咁但係如果牙膏嘅話，原來根本就好多個供應商嘅，你呢一間即係定一個建議銷售嘅嗰間，就算定埋一個實價，但係原來我根本可以選擇唔買呢兩間牙膏嘅，我即係供第三間、第四、五、六、七、八間嘅牙膏嘅話，咁樣嘅定價其實冇影響嘅嚇。即係你要證明到你咁樣嘅定價真係可以影響到個競爭。咁如果根本影響唔到，咁原來個市場根本有好多其他選擇嘅，根本冇影響競爭係冇問題嘅。另外頭先提到個 van 仔嗰個咧，呢個咧我自己都諗過，都覺得係好頭痕一個情況嚟嘅。即係 van 仔香港例如紅 van 咧，即係綠 van 就唔計啦，綠 van 因為有政府發牌啦。紅 van 咧就其實理論上係私人嘅業務嚟嘅，一架 van 仔差唔多一個老闆㗎啦，當係一間公司咁樣嘅。咁即係理論上咧，其實每一架 van 仔咧可以自由定價嘅。咁啊，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嗰度忘不了嗰度記唔記得啊？係啦，嗰度咧爾冬陞拍嗰度咧，都應該了解到其實即係香港個紅 van 個運作情況咧，其實即係唔係咁簡單嘅，即係背後有啲某啲力量喺度嘅。咁佢哋定價基本上係咪先？其實咧，即係如果喺真係訂立咗競爭法之後咧，其實咧理論上咧，佢哋係唔可以合謀定價嘅。理論上每一架 van 仔係可以自己減價去爭崩頭嘅。但係我個人覺得咧，咁嘅情況咧就可能咧可以向競委會咧申請一個豁免啦。因為咧，其實如果每一架 van 仔佢哋自己自由定價，呢架3蚊，嗰架4蚊咧，其實都幾影響個交通運作嘅。即係正如喺個戲入邊，突然間張伯傑無端隊車出嚟減價嘅，咁樣都打崩頭嘅。即係我會覺得有機會可以向呢個競委會申請一種特殊嘅處理咯。咁但係理論上咧係唔可以嘅，唔可以咁樣集體定價嘅。大家仲有冇其他問題咧？其實我想問咧，其實由於我對呢個政府實在太懷疑佢嘅，即係覺得佢做親都冇好嘢，咁咧即係就令我覺得咧，任何好嘅嘢嚟到香港咧都會變化嘅嚇，即係中性啲係變化，差啲係變質嘅，根本就會。咁咧，我對於個公平競爭法咧，令到我就好有疑問啦。第一咧就係咪真係立咗好過唔立？因為如果佢立咗，反而即係我會想問一啲係譬如弱勢嘅人咧，佢都會聯合嚟去對付一啲嘢嘅。譬如 let's say 可能嗰個商場佢加價加得咁勁，可能啲小商戶聯合就係話：喂，你個租金如果貴過某個地步，或者你做某啲嘢係貴過某個地步咧，我哋一齊撤出㗎啦，或者點樣？咁我好驚咧，一個公平競爭法立咗，即係香港 version 立咗咧，係仲衰過之前咯，即係我覺得好擔憂咯。另一樣嘢就係咧，呢個係第一個嘅，即係會唔會立咗仲衰過之前？第一。第二樣嘢咧，就算立咗唔衰過之前啦，咁作為我哋運動嚟講，如果想爭取某一啲嘢嘅話，其實香港嘅競爭法距離外國即係可以打到一啲壟斷，即係打到我哋心目中想像嘅嗰啲嘅我哋唔想見到嘅嘢咧，其實個距離仲有幾遠啊！即係差緊啲乜嘢 element。咁頭先我聽到可能就係我哋係民事，人哋係刑事，就已經差好遠啦。咁第二樣嘢我又唔知邊度聽翻嚟，就係話人哋個競爭法咧會寫明呢一樣嘢係 for 嗰個消費者嘅好處嘅，但香港又會扣起咗呢一句冇呢一句啦。咁我已經聽到好多衰嘢㗎啦。咁我又想問，其實仲有幾多項衰嘢咧？咁樣或者我俾少少回應啦。咁咧就即係你對政府嘅不信任咧，我覺得係正確嘅嚇，即係應該對政府係保持長期嘅一種戒備嘅。事實上咧，而家我哋香港見到嗰個競爭條例咧，確實係已經係因為我會咁講啦，係有啲因為香港嘅環境，而某啲嘢係冇咗㗎啦。例如頭先我講嘅合併嘅守則，呢個其實喺根本全世界嘅競爭法例入邊咧，都近乎必然存在嘅。香港係冇嘅，係咪？只係保留原本嘅電訊業同埋廣播業。